拉姆納拉揚拉姆。正如我們在這個項目中不斷學習和理解的那樣，拉姆納拉揚拉姆本身就是完整的。拉姆代表天空無限整個宇宙以及至高無上的造物主，納拉揚代表宇宙中的所有星星和行星，而第二個拉姆是我們所有人，意味着所有的生命品、植物、塵埃、粒子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存在。我們的意識或智慧是拉姆納拉揚拉姆的一部分，作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來自宇宙的本質。物質是我們的自然權利。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恢復每個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自尊和平等，這是我們的革命，為的是保衛所有子嗣家族成員的自身安全。所有的利益應是完整的利益。我們的目標和鬥爭是要讓每個人都走在這條完整與自我實現的道路上。這場鬥爭旨在填補那份空虛。我們渴望一個無階級、無種姓、無剝削的社會。我們追求一場非暴力的鬥爭，這是一場為了自我保護和內在知識的戰鬥。我們都是這個無限宇宙銀河系的宇宙家庭的一員，它從宇宙中誕生無數的行星、星星、生物、植物、動物、原子和分子，這裏的一切物質都有生命，都有意識，都是有創造力的。宇宙不排斥任何存在，宇宙本身就是宇宙性的。拉姆納拉揚拉姆從中誕生了無數的星球和星星，凡有生命的地方都是拉姆納拉揚拉姆的一部分。宇宙正是拉姆納拉揚拉姆完整性、統一性與整體性的另一個名稱。在當今世界以及整個宇宙中，無數靈魂被剝奪了基本的生活所需，結果人們犯下不公錯誤罪行並陷入各種錯誤行為。他們的不安源於內心與意識深處的飢渴，正如一個飢餓的人可能在迷惘中大聲呼喊並四處遊蕩。同樣的，我們體內無數的意識也在影響着我們的行為。因此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迷失的狀態，為了從中走出，我們需要重念冥想和靈修，以及幫助我們與自身意識連接的方法。只有這樣，平等才會在世界、自然、社會與身體中顯現。拉姆納拉揚拉姆正朝前邁進，把我們自然的真理與原則織成一股繩，駕馭這輛戰車，用我們意志的力量推動它前行，是我們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所有人才能沐浴在祝福、繁榮與至高和平之中。我們與生俱來就帶有宗教，我們的身體、心靈與靈魂是由宇宙和自然的法則構成的。我們的人生就是加法、減法、乘法和除法，宗教也應如此，加善減惡成善，並與眾人分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創造的各種宗教、憲法、私有制、政黨和教育，充滿了自私，製造了人類社會的敵人，這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這應當從我們的社會中去除。每個人都應記住，人類創造的宗教是虛假的，充滿了私欲、貪婪、古老迷信、盲目信仰，它們造成分裂，製造恐懼，讓我們遠離真正的靈性和平等。在自然中，天空並沒有私有的概念，那麼地球上的私有制從何而來？那如山般巨大的貪婪正在吞噬人類，但這個世界的人嘅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或承認這一點。自然中也是如此，人們為了個人利益輕易地創造了各種宗教，而所謂的領導者卻不提供真正的教育。人們已停止聆聽自己意識的聲音，通過誦念拉姆納拉揚拉姆的名字，每個人都被鼓勵團結一致，弘揚和平、平等、內在的快樂、自我實現、自信、自愛與信念，並走在符合自然法則的真正道路上。